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15，云南省德宏州一个景颇族的村寨里，气氛显得颇不寻常。伴随着一阵激昂的鼓乐声，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仪式开始了。4个装扮怪异的领舞者，身穿长袍，头戴羽翎，紧握长刀，不时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舞蹈动作。在他们身后的队列中，所有的男子变换不同的姿态，挥舞手中的长刀，而女子则身披银袍，翩翩起舞。让人感到惊奇的是，最后汇聚出的队伍人数达到了上万人，像一条游动的巨龙，围绕着场地中央4个高高竖起的柱子缓缓行进。万人共舞的宏大场面带给人们的不只是震撼，有专家说，这种舞蹈场面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史诗，每一个舞蹈动作和神秘符号的背后，都隐藏着一个民族的秘密。这个时候，在场地的一角，一位老者出现了，他的口中不停地念诵着什么。他念的是咒语还是经文？难解的唱词与神秘的仪式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作为景颇族的文史学者，在李向前的心中，一直以来也存在着同样的疑问。几年前，一位颇有声望的祭司将仪式中念诵的唱词传给了他，这竟然是一部在祭司间口口相传了几千年的景颇族创世史诗。在将这部口述史诗整理成文字的过程中，一个远古的神话引起了李向前的注意。最初，景颇先民在日月山跳起了万人祭祀的舞蹈，日月山是景颇族的发祥地，而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木脑纵歌。我们景颇族呢是历史悠久的民族，那么有自己的创世纪。那么在这个创世纪里面，就谈到日月山的事情。它记载最初跳木脑纵歌的是在那个日月山的这一带。高大的木脑柱上描绘的日月图案，似乎也在暗示着木脑纵歌起源于日月山的说法。那么，这种传说究竟是神话还是真实的历史？李向前决心要解开心中的一系列疑团。2002年7月30日，李向前踏上了梦想已久的探寻之路。那一刻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通向远古的时空隧道。这次不同寻常的旅程，将揭开景颇族一段悠远而曲折的历史。从文献资料中，李向前得知，日月山位于青海湖的东面。关于这座山的记载，最早见于中国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中。那时的人们认为，日月山是天地间的重要枢纽，说明日月山的地名在3000年前已经存在。那么，是否能够认定这里就是传说中景颇族的发祥地呢？在接下来的寻访中，李向前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在青海湖西面，一个面积不大的湖泊，似乎与景颇族的先民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。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湖泊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盐矿。景颇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中是盐，颇是开的意思，就是开眼的人。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的
名称呢也是从那个茶卡这个地方由于开盐矿而得名的。每年的夏季，青海湖总会出现一种奇特的景观，无数的飞鸟云集在湖中的鸟岛翩翩起舞。眼前的景象强烈地触动着李向前敏锐的神经，他突然联想起创世史诗中关于木脑纵歌起源的神话。据说灵武的祭司头上戴的奇异的帽子，便隐藏着木脑纵歌从何而来的秘密。为此，李向前特意带领我们来到一位当地最受尊敬的祭司家中，谜底就装在这只神秘的大箱子里。相传呢，就是这个景颇人的祖先呢，他这个跳木脑这个丰收舞是吧？庆丰收的木脑的时候呢，他是首先得到了这个鸟类的启示。这个鸟类在大青树上跳木脑纵歌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的祖先就是景颇人的祖先呢，叫苏瓦木杜，他呢就看到鸟类在庆丰收，在跳木脑。那么我们那个祖先呢，他就模仿了鸟类的这个动作，而且呢，这个把这个犀鸟的头和孔雀的毛就插在了他这个帽子的这个上面，是吧？日月山、茶卡盐湖、鸟岛，如此集中地分布在青海湖的四周，而且与景颇族起源的传说如此吻合。李向前由此推断，青海湖附近的区域应该就是景颇族的发祥地。李向前为此兴奋不已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在了他的面前。古人类学家已经证实，最初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居民是氐羌人，而他们来自遥远的中原地区，属炎帝部落的一支。那么，作为氐羌人的后裔，能否在年代更为久远的中原文明中追溯到